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講起凍齡女神 ，TVB 最近重播《無名天使 3D》，事隔22年，三位女主角都變成咗凍齡女神，其中之一就係佘詩曼。要數香港娛樂圈最成功、最有代表性嘅女演員，佘詩曼一定係其中一位。佢1997年參加香港小姐，最後攞到季軍，之後正式入行，開啟咗自己嘅演藝生涯。初出道嗰陣，阿佘其實都唔係一路順風，外界對佢嘅評價一直好多。有人覺得佢聲線特別，有人覺得佢演技仲要磨練。不過佢最叻嘅地方就係冇因為批評而退縮，反而一步一步進步，慢慢建立起自己嘅實力派形象。真正令觀眾開始記住佢嘅係佢早年拍嘅經典劇集，無論係10月初5的月光定係金枝玉葉，都令佢人氣急升。尤其係金枝玉葉之後，大家開始見到佢唔止係靚，仲有氣味、有層次，演出越嚟越成熟。到2006年，佢憑《鳳凰四重奏》首次奪得視后，正式證明自己喺電視劇方面嘅實力。之後佢又憑《使徒行者》入面嘅釘姐再度爆紅，型格霸氣又有女人味，角色深入民心，令佢再一次成為全城熱話。之後佢將事業重心慢慢轉去內地發展。而真正令佢再攀高峰嘅就係《延禧攻略》入面嘅嫻妃一角，由溫柔到黑化，演技層次非常豐富，成功令佢喺內地再度翻紅，人氣一路延續到今日。近年佘詩曼依然保持好高曝光度，無論係新劇、宣傳活動定係每次公開亮相，都仲係好有氣場。尤其是佢喺啱啱播完嘅《正義女神》飾演嚴惠芝法官，佢嗰種不惜一切去維護正義嘅精神，成為全港熱話。佘詩曼唔單止係凍齡女神，更加係一位靠實力、靠作品、靠時間證明自己嘅女演員。所以如果講到香港娛樂圈真正可以由少女演到成熟女人，仲越演越有味道，佘詩曼絕對係代表人物之一。佘詩曼唔止係靚得來，仲係一路都用作品證明自己點樣由花旦變成真正嘅實力派。